即係由以前坐唔到食飯，到而家可以正式真正坐埋位食飯。我話俾自己聽，我係一個正常人啦，我真係做到啦。坐骨神經痛，一坐咧就係咁避㗎啦，即係等於好似人哋講話係生 BB 一樣咁痛。10分鐘真係計過10分鐘，10分鐘點都要彈起身㗎啦。我最中意睇演唱會嘅，睇唔到，睇戲睇唔到。最大問題都係食飯啦，咁大家一家人好難得，即係話可以圍埋一齊食飯。咁零零丁丁我自己係企喺度咯。咁幾易上下嘅，做啲喪友嘅就開始上網咧揾下有啲乜嘢可以幫到自己啦。偶爾就睇到機能再生，哇得啊咁樣，好開心啊嗰陣。大約2個星期到啦，自己發覺個轉變有啦，覺得即係好似重生一樣咯。我已經唔記得咗原來以前我係企喺度食飯㗎啦，即係好自然埋位啦，咁咪拉開張凳坐到食足全程，屋企人都覺得有咁嘅轉變。我話係啊，係咪好神奇咧？因為我揀啱咗咯。ANK 機能再生幫到我，ANK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